見到巴士有一個年紀大啲嘅男人企住，咁啊救護人員就上咗去，冇其他乘客。嗰位阿叔阿伯就唔係中國人。首先祝各位網友週末愉快。今日首先同你哋講一單詐騙案啦，希望大家小心啊，尤其老人家。今次嘅受害者係71歲嘅女性，佢就被一名姓陳住在法拉盛個男人呢就呃咗3萬蚊啊！件事嘅過程大概係咁嘅。上個月22號禮拜四下晝4點17分，受害者收到一個簡訊，聲稱話佢個蘋果賬戶出現可疑嘅活動。之後佢接到一通嚟自電話，嗰個電話自己話係大通銀行嘅代表，咁啊係男人把聲。對方呢指示受害人即刻要去銀行攞提領啊3萬蚊現金。咁好呃嘅，因為呢受害人呢照辦噃，而且根據嗰個騙子嘅指示啊，前往指定嘅街口，就將現金交給嗰位自稱係銀行嘅快遞員啊，其實就係一個陌生男子嚟嘅噃，點可以將現金交給一個陌生人呢？無論人哋講咩都好啦，當你需要到將現金交給一位陌生人，尤其係喺街上，你點可能會去咁樣做呢？聽佢話係冇可能嘅噃。沒油了，你可以像我一樣把安全帶好，你就可以通過安全帶去用力轉動你的車輛，右手還可以控制。今日第一支公嘅，你老婆呢，阿叔？喂，hello，佢咪嘢？聞到陣味，好好味啊！哇，好靚，係嘛？好好味。都要食嘢啫，你老婆都返工要買嘢要食嘢，有啲嘢都係要做啫，係嘛？係啱好。但係就搞到部巴士啲人上唔到咯。係咪？有個人喺入邊啊，佢可能需要救援咯，但係佢好似我頭先睇咗下啦。嗰件案發生咗之後呢，仲要係第二日，即係隔日5月23日下晝3點35分，受害人先至向警方報案。經過調查，長島警方追查到呢個騙子啦，就懷疑嗰個姓陳嘅應該係嫌犯啦，未定罪之前住在法拉盛嘅，並未發生進一步嘅衝突嘅情況下，警方呢就直接將佢拉咗，指控佢犯下3級重大盜竊罪。其實我識好多老人家而家都唔敢聽陌生人嘅電話，最好就唔好同陌生人交談啊！打嚟話知佢係邊個，聽唔到佢係熟悉嘅人，吸線穩陣啊！如果係發生啲咁嘅事啊，都要同啲仔女屋企人講下啊嘛，唔好自己貿然咁去行動啊！大家小心啊！真係陰公啊，3萬蚊。咁如果拉咗嗰條友，咁又定咗佢罪。咁如果佢話嗰筆錢使晒唔咁冇錢㗎嘛？總之，究竟拉到人係咪可以攞返筆錢呢？咁啊唔知啦。希望佢攞返筆錢啦。
警方仲話呢個嫌犯啦，仲涉及康州喺今個月4號嗰日發生另外一宗針對長者嘅詐騙案，涉及嘅金額今次呢就係25,000蚊。咁啊，長島警方已經同當地警方取得聯絡，呢個嫌犯將在當地另行面對指控，唔應該咁容易俾人呃，我始終有啲匪夷所思啦。尤其係咁大筆錢，唔係3000，係3萬啊！慘咯，美股暴跌，能源價格上漲，跟住呢，在地緣政治緊張嘅局勢加劇之際，雪上加霜啦。補充下我琴日有講到嘅新聞，就係個架機啊，241人死，1人奇蹟仲生存嗰單啦。據聞話呢，撞入嗰架機係撞入一個住宅區，嗰個住宅區其實就係醫學院提供俾醫生同埋佢醫生啲屋企人住嘅宿舍嚟嘅，就話至少有6個人死亡，咁241加埋嗰幾個，不過亦都有啲媒體講話290個，總之呢，就有成幾十個人受傷咯。我睇到嘅係講60個人，咁接近300人死傷。好啦，下一單新聞又有少少新嘅資料嚟補充一下。呢一單就係講發生在6月12日凌晨1點30分左右啦，布魯克林10多架警車呢就俾人哋惡意縱火嘅。今日我哋嘅紐約市長亞當斯呢，在一個記者會裏面就證實，共有11架警車呢就燒毀咗，另外仲有14架受到不同程度嘅波及，所幸就冇人受傷。佢譴責呢件事為不可接受的破壞行為，並承諾市府將全力緝兇。梗係要啦，好示威啫，如果拉唔到人，擺到咁明白，破壞者就係挑戰警方，甚至可以話報復心態啦。根據紐約正報報導，警方在案發現場發現咗3枚未引爆嘅炸彈裝置，被安置在數輛車上，裝置上面插有引線，懷疑為人工係手工製造嘅簡易燃燒彈啊！警方呢仲獲得一段視頻呢，嗰個係一個建築附近嘅建築監控畫面顯示呢，睇得到一名全身着住黑衫嘅男子，將一張木台呢就搬到停車場旁邊，佢就周圍 𥄫 下冇人啦，翻越嗰個圍欄就潛入場內嘅。咁住喺附近嘅民眾指出，呢個嫌犯呢就矮小啦，瘦好細粒啊，又瘦又矮啦，睇佢嘅動作就熟練，似乎對當地嘅地形係非常熟悉。目前雖然警方呢就冇公布可能嘅犯案動機，但在距離83分局不遠嘅場面上呢，有人黐咗啲傳單喺上面，嗰啲傳單上面喺度指控緊呢個分局的警員周日晚間粗暴咁驅散波多黎各日嘅慶典活動，
造成多名民眾受傷。傳單上仲有呼籲對警方展開反抗行動啊！同時都提及到反 ICE 抗議以及全球反以色列示威。我哋嘅紐約市長亞當斯強調，着上制服就需要勇氣，但破壞公物呢就只需要惡意。跟住市長就話，佢哋不會容許啦混亂在呢一座城市，即係喺我哋紐約橫行。呢單案目前由紐約市警局同埋消防局共同調查。警方呼籲民眾提供任何線索協助破案。警局停止罪案熱線1800-577-8477，所有來電都會嚴格保密。但願警方早日破案，將壞人捉盡啊！琴日有網友在我10幾日前嘅，有冇10幾日啊？差唔多啦。第三人城嗰個，佢就問我點去第三人城，買票就喺呢間啱啱影嗰間啊，5612啊，八大道嗰個餅鋪啊，麵包鋪裏面買票嘅。佢仲問出發時間係咩時候？行埋入邊影俾你哋睇啦，唔止一個人問㗎啦。芝士蛋糕都幾靚。走落去咁本嚟影下嗰啲坐巴士去大西洋城啲資料，入到去喺度影嗰陣時，咁嘅樣有個男人望住，可能好犀利。總之唔好意思啦，橫掂都要食包，不如就喺佢嗰度買啦。我老媽子係中意佢嗰間，我啊中意龍寶，是但啦，呢間都唔錯嘅。睇唔出係菩提子包咯，咁我問下佢，4蚊雞睇到幾靚嘅。鬧交，車亂晒嚟，鬧咗幾句咯。嗶嗶嗶。有時喺呢間買菜嘅我。呢間都唔錯啊，中國城。哎呀！有布的。
車多人多就係咁啊！哎呀，靚女，美腿。咁啊，去大西洋城啦，喺呢度上車嘅。八大道55街，喺呢個公共巴士呢個位置啦。咁啊，朝早9點同埋好似係下晝1點啊。提前15分鐘到，最好啊再去頭先嗰間啦。提前半個鐘都 OK 嘅。咁啊，可能提前少少買啲位嘅靚啲啊。不過而家冇咩人去嘅，大把位啊。提前15分鐘都 OK 嘅，應該。輪樓有好多中國人都有嘅廣東人話，唔知我覺好多人都有種嘢，所以咩都有得賣啊。呢個55街，喺嗰邊今日冇咩街邊攤位喎，罕有。搞邊科？哦，原來咁樣，好啦，可以行啦。哇！呢度冇街邊攤位喎，咁好。頂路。好啦，我要去食嘢，好鬼肚餓。好靚嘅油菜啊，幾錢啊？6蚊2磅。N錢你冇？強記關門狀態，星島哇，世界日報都冇啦。特朗普調兵，炒米粉啊，係咪啊？係啊，我話同你講翻轉頭。係喎，係，嗰個細嘅啫係咪？係。啊，好啊，冇問題。賣炒米粉，買，唔知買幾多嘢啊！好鬼重啊，孭住1袋2袋啊，走人。琪琪，多謝你嘅觀看啦！行過呢啲街，冇懷疑開咗咩鋪頭，今日睇下。有超市，有雜貨，農場直銷，賣咩啊？賣肉嘅雜貨啦，九龍蒸包唔係九龍包王。唔係，好似出邊嗰個價錢牌改咗，靚啲喎。搞乜鬼啊？佢係起價，碗麵3蚊，哦，好多3蚊、4蚊 ，OK 啊，冇起價。哇，福鼎肉片啊，佢呢間平啲嘅，其他地方已經7蚊。唯一就係衞生問題好似唔夠人哋好咯。花園小食本店推介牛雜粉，邊有間日料海產批發公司，58街唔係係58街嘅應該，轉呢邊就係58，直落係8大道58。咁啊呢度係 Fort Hamilton。
百圍嘅58街59啊，其實我企喺59街口啦。架車好似係臨十字嘅，又叫雅典啊，唔知係咪？